嚟到巴厘島主持一個中式嘅婚禮，咁啊婚禮上邊我哋一定係會收到紅包嘅。咁啊紅包係包住金錢作為禮物送俾人嘅包裝封套，咁粵語我哋稱為利是封。咁啊相傳呢，送紅包嘅習俗喺好耐之前就已經流行㗎啦。原本稱為利是封，係企業過年嘅時候常用嘅贈品，係有品牌提示同埋利是嘅作用㗎。漸漸我哋通稱為利是封。從前喺民間一般呢係以寓意吉祥嘅鮮紅色紙包住一張寫滿祝福字句嘅紙，送俾親朋戚友以表心意。咁人情利是封上邊基本嘅格式寫法，亦都係一個大學問嚟嘅喎。咁啊，第一，咁啊右上角係要寫上準新人嘅名字。咁啊，第二喺左下角就寫上自己嘅署名敬賀。咁第三喺中間就寫上結婚嘅祝福語或者賀詞。咁結婚嘅祝福語一般我哋就寫百年好合、永結同心、鸞鳳和鳴、珠聯璧合、佳偶天成、新婚快樂。咁如果組合句就例如可以寫天作之合、永結同心、新婚愉快、幸福美滿、花好月圓、天緣巧合、美滿良緣、柳結同心。咁啊，祝福女家嘅祝福語可以寫成淑女於歸、色澤佳世、花開連理、長征鳳律。咁啊，祝福男家嘅祝福語可以寫賀子立色、圈堂之喜、家碧生輝、令郎婚慶。如果爸爸做主婚嘅第一次娶新抱，我哋可以寫新翁之喜；第二次娶新抱可以寫蝶翁之喜。如果媽媽做主婚嘅，我哋可以寫新姑之喜；哥哥主婚嘅係新伯之喜。第一次嫁女嘅新岳翁之喜，第二次嫁女係岳翁之喜。如果係滿月添丁嘅係弄璋之喜，如果係添個千金嘅係弄雅之喜。雙生子係雙張之喜，雙生女係雙珠之喜。龍鳳胎嘅係玉麟珠之喜。如果添個孫係含兒之喜。咁人情利是封上邊係有一定嘅禁忌嘅喎。溫馨提示啦，我哋用嘅利是封一定要用紅色嘅款式。第二，唔好用一啲摺疊鈔票嘅利是封。第三，唔好用重用環保嘅利是封。第四，唔好選擇新年卡通生肖嘅款式嘅利是封。第五，係無需要膠水或者膠紙封口嘅。第六，避免使用有痕跡嘅利是封。大妗姐開工當然最開心係收到開工大吉嘅利是啦。今次嘅介紹完啦，請大家分享出去，撳個訂閱掣，跟住俾個 like，多謝各位收睇，請。